拿咧將個波咧就係撲出底線。咁呢時候即係同大家講下兩隊波出場陣容先啦。咁見到其實熱刺嗰邊呢，今日就係門將係羅賓遜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李榮彪啦。頭先大家亦都見到啦。咁李榮彪就係左後衞，右後衞咧就係史杜迪尼7號嘅球員。咁見到兩隊分別就同埋利拔嘅，咁就上陣機會就唔係好多咧。好多時咧，其實佢哋都譬如話有加特拿同埋杜神啦。咁而近排咧，其實熱刺嗰邊亦都變動係比較大嘅。咁至於中場嗰邊咧，其實佢哋有28嘅丹拿斯啦，5號嘅戴維斯啦，25號嘅連倫，咁同埋就係由波圖啦，即係早都唔係今季嘅8號啦，就係轉會過嚟嘅文迪斯啦。兩個前鋒分別係迪科爾同埋米道嘅。李榮彪呢位韓國嘅國腳咧，呢場比賽繼續係踢佢嘅左閘嘅球員咧，直線咧交俾前面，哇！呢個波咧睇嚟咧應該就係越咗位啦，米道。佢都讚李榮彪咧，就因為個時間配合做得好靚嘅。嗱，佢係望前邊跟住俾，咁但係佢入楔嗰陣時咧，其實早一啲咁得啦。咁亦都見到其實富咸嗰邊嘅中路防守球員好醒目，佢一見到佢切入嚟咧，即刻咧就向前走。咁富咸嗰邊其實陣容咧就今次分別咧就係門將嘅華拿啦，咁跟住就係保簡尼加，咁之外仲有就係力卡斯贊臣、韋特、和斯，咁當然和斯係右後衞，保簡尼加係左後衞啦。咁另外中場嗰邊咧就係有迪奧普啦，咁亦都係防守中場嘅球員啦。咁另外仲有贊臣，右邊嘅係馬伯蘭基，左邊係潘莫迪。咁兩個前鋒咧分別就係麥拜特，即刻影到佢啦，咁同埋拉辛斯基。李榮彪呢邊咧就好多波踢啊！呢個波咧就係好快咧就由門將咧羅賓遜咧去到咧就前面嘅左邊咧，咁睇到李榮彪已經係咧連續幾次咧就喺左邊咧出波咧，甚至乎咧就係試腳咧一角嘅呢個遠射咧，咁啊俾對方嘅門將咧華拿咧擋出嘅。咁呢場兩個倫敦嘅打比戰咧，睇嚟咧就個氣氛都幾熾熱喎嚇！暫時嚟講咧3分零鐘嘅時間咧，兩隊咧都係快上快落啦。呢邊見到洛比堅尼咧嚇，即係頭先同阿何輝探討過咧，究竟佢會唔會喺不受重用嘅情況之下咧黯然離隊咧？如果我係佢就走啊，因為當米道停賽嘅時候啦，拉舍克轉會過度咧，知道喺波蘭嘅高中鋒對利物浦同埋對住維拉嘅比賽咧，兩場熱刺打和嘅比賽，羅比堅尼都唔係正選嘅，都係拉舍克行先。咁今日佢嗰個後備裏邊咧，我哋其實好值得觀察下，究竟熱刺如果換前鋒出嚟嘅話，究竟係換拉舍克定係羅比堅尼？咁如果換都換唔到嘅話咧，唔走都冇用。羅比堅尼咧並非冇機會嘅，咁但係可惜咧呢啲機會咧就對於佢嚟講可能係雞肋啦。咁就係上週嘅呢個聯賽杯咧對住乙組嘅金士比咧，佢哋嗰場輸0-1嘅比賽咧，咁就呢個祖爾咧就派出咗咧羅比堅尼咧搭住呢個迪科爾嘅組合，咁但係嗰場比賽咧可惜就輸波。咁喺上季咧只係入咗2個聯賽入球嘅米道咧，佢哋一停賽完畢之後咧，呢場比賽咧即刻咧受到咧祖爾嘅重用啦，繼續咧就係搭住迪科爾。咁事實上咧就諗嚟諗去都唔明咧，就究竟點解祖爾咧咁中意咧用呢個米道咧搭住迪科爾啦？咁有一種解釋就話咧，可能咧就係洛比堅尼同埋迪科爾嘅特點咧太過接近啦，咁用佢哋兩個一齊踢咧，可能咧就有少少咧就互相抵消佢哋彼此嘅作用啦。咁實際上喺類型上邊咧，幾個熱刺嘅前鋒咧都係踢得比較個人化嘅。咁佢哋性格其實亦都係咁樣啦。咁睇下呢一個反擊先啦。好啦，呢邊咧交俾咧就係迪科爾回身咧，吸翻嚟中路嘅時間咧，見到咧就係禮特咧將個波咧撞翻出去橫邊界外。咁佢做個示意喎，其實唔使做示意咧，好明顯係界外球啦。咁個波首先其實係撞咗角球旗，再彈出去橫邊嘅。咁而頭先講到羅比堅尼嘅問題咧，就係譬如話去到維拉啦，咁首先拉舍克正選咧，佢做後備其實已經唔係好合理嘅。咁更加唔係太理想嘅情況就係佢入嚟之後，佢為球隊入翻一個好靚嘅入球啦，追和啦，但係仍然都冇得踢嘅。李榮彪呢下咧交俾米道咧力水唔夠啦，呢邊咧就係變咗保加尼加咧截到個波交俾前邊嘅時間咧，咁咧亦都見到咧就係戴維斯咧好快翻嚟咧包翻個位啦。俾翻咧就係喺近期咧就係傷愈復出嘅經治。呢場比賽咧對於戴維斯嚟講亦都係咧傷愈復出。咁喺對上一仗咧佢哋對住金士比嘅賽事咧佢亦都係冇踢嘅。再提到大家一次咧就係其實喺季初嘅時候咧，熱刺用加特拿搭住杜神呢個表現係非常咁好嘅。咁但係經治一復出咧，
咁熱刺呢邊咧就即刻俾佢踢正選啦。咁杜神咧就現時咧就好多時後備都冇做噶啦。咁而利伯咧亦都喺呢場波裏面做正選嘅。好啦，呢邊咧睇下迪科爾扎位搞掂嗰個，哎呀，7分零鐘嘅時間，迪科爾為熱刺打開紀錄啦。呢個入球咧就係迪科爾今季嘅第3球，熱刺領先1-0。咁啊，熱刺咧就係喺早段嘅時間咧，即刻咧由呢位英格蘭嘅國腳咧打開紀錄啦嚇。咁呢場比賽咧，倫敦嘅打比戰咧，咁睇下咧熱刺咧會唔會咧重複翻咧上季嘅成績啦？咁佢上季喺主場咧，亦都係咧2-0咧擊敗咗咧呢一隊嘅富咸嘅。而富咸喺上季嘅5場嘅倫敦打比戰咧，佢哋全部都輸晒啊！咁呢一個咧倫敦打比王咧就輸晒嗰隻咧，睇嚟今日咧又要備受考驗啦。哇！祖爾喺場邊度咧跳得好高喎。迪科爾7分零鐘嘅入球，令到咧熱刺暫時領先嘅1-0。咁見到周一晚嘅賽事咧，其實喺往季咧，咁就通常係節奏比較慢，入球比較少嘅。咁但係今季有啲改變喎，咁通常即係呢個咁啱得咁巧嘅啫。咁周一晚嘅賽事咧就主隊咧有好多比賽嘅表現都比較強勁，咁同埋入球係相對係比較多嘅。哇！鬧鬼喎，手晒嚟鬧喎，高文。其實我哋近期都睇到呢樣嘅現象咧，包括就係阿仙奴喺上星期嘅時間咧就係擊敗咗愛華頓啦，咁同埋喺更早嘅時間咧就韋斯咸贏維拉啦，咁包埋呢一場咧熱刺咧就喺早段嘅時間咧已經係把握到先機啦。戴維斯交俾前面嘅米度，同米度咧做一個撞牆，呢下咧睇嚟戴維斯幾難攞到啦。兩個富咸啲球員咧上嚟包位，呢未必上嚟幫手都唔掂。吸翻嚟嘅時間，戴維斯好嘢啊，左腳咧撩翻個波。咁而睇落咧就頭先馬伯蘭基喺地下嘅時候，你都有機會手係掂到個波嘅。咁但係球證咧仍然咧表示係繼續。咁就呢邊咧球證就出發咗米度喎。咁叫拉辛斯基攞到，睇翻嚟中間嘅迪奧普。咁頭先講到熱刺嗰個問題咧，其實咧佢哋喺季初咧一路個成績都係好嘅。咁但係喺轉會窗閂之前咧，佢哋就買咗好多嘅球員入嚟啦，譬如話贊拿斯啊、李榮彪啊、拉舍克等等。咁比較特別就係其實呢班球員咧，可以咁講啊，嚟到之後咧就未係認真同球隊融合得到啦。咁就已經係成為咗正選嘅球員。咁即係原本踢緊嗰啲球員咧，其實就變咗冇機會上陣。哇！見到呢面咧，亦都係史杜泰利咧，亦都係俾失咗一個面對面咁樣嘅傳球。馬伯蘭基咧揦住個波咧俾翻嚟右手邊，咁啊睇咧就係助攻個和斯點啦，吸翻嚟中間嘅位置咧，睇嚟咧就係個質素咧麻麻地。呢個波咧就係俾對方咧解圍嘅，文迪斯嘅解圍。文迪斯今日算係解凍嘅，除咗解圍之外，因為佢今季其實都好少上陣嘅機會嘅。迪奧普俾翻咧就和斯呢下咧出個高波，咁但係可惜咧就俾翻嚟中路嘅時間，依然都仲係咧加唔到俾紅衫嘅隊友嘅。好啦，睇下呢一個嘅波係點樣做咯。迪奧普上季咧就頻頻遠射嘅，呢個波亦都試一試腳啦，咁但係睇嚟咧就喺10分零鐘嘅時間咧就係隻腳咧就係暫時都仲未熱到身嘅，應該係困到咧熱刺嘅球員啦嚇。騎橫之後咧就文迪斯埋嚟山。咁見到個射波咧，其實食個波係食得好靚嘅，因為頭先佢冇乜助跑喎，一腳橫原地咁啊抽嘅。迪奧普上季呢入咗6球嘅，睇睇高路斯贊神呢下嘅角球咯嚇，喺近處咧見到咧米度頂翻出嚟嘅，迪科爾回身咧再接嘅時間咧，咁呢下咧就係似乎咧亦都係和斯咧捆個波啊！哇，係咁望住阿和斯係咁鬧，和斯就話最後足球係迪科爾，咁可能迪科爾覺得佢喺後邊有啲擁佢啦。熱刺自從佢哋喺聯賽第2輪2-0贏咗米堡之後咧，已經係有5輪嘅比賽咧贏唔到噶啦。咁其中有4場咧，佢哋甚至乎係冇波入嘅。唯一有波入嘅比賽咧，就係再對住維拉，就係洛比堅尼啦。呢位不受早已重用嘅球員咧，有一球嘅進帳。咁但係佢哋雖然係咁樣咧，佢哋現時嘅排名咧，其實都幾特別嘅。咁佢哋現時排第9咧。如果佢哋呢場贏到波咧，佢哋有機會升上第4個位置嘅。
李榮彪好穩陣啊，完全咧擺脫晒咧對方嘅球員啦。咁而頭先阿陳寧講到嗰段即係連續幾場冇入波，又或者得阿羅比堅尼佢入波啦，其實就係班新球員一嚟到咧，咁就改變咗熱刺原本睇得好地地嘅正選陣容。如果喺管理上面，其實咁樣做法似乎應該係一個錯誤嚟嘅。熱刺呢個情形咧就同上週我哋直播嗰場咧阿仙奴對住愛華頓嘅情形差唔多啊。咁其實我哋今屆咧都使咗唔少錢啦，買咗唔少球員，但係個效果咧同我哋預期咧有好大嘅出入。贊拿斯頭先叫佢間下，唔知會唔會有少少拉親啊？門將方面依啲仲係羅賓遜啦，咁呢位球員喺近兩屆嘅表現咧就係可以兩個字形容咧就係穩定。李榮彪俾翻羅賓遜。今日咧就係我哋見到咧作客嘅富咸咧着一件紅色衫咧，有少少咧睇唔慣嘅嚇。迪科爾暫時係熱刺嘅首席射手啦，咁喺咁多輪嘅聯賽咧已經係入咗3球。咁而富咸今季件主場咧，其實亦都係白色底啦，咁但係兩個膊頭咧其實就唔同色嘅，一紅一黑咁樣。咁個衫款咧其實同史特加今季咧一模一樣嘅。呢樣嘢似乎已經係成為咗潮流啦。咁其實同史特加除咗係大家贊助商相同之外咧，有啲唔同贊助商嘅球衣咧喺個膊頭方面咧就做文章啦，即係都係兩種唔同色嘅呢個配搭啦。好啦，個波咧扯翻嚟咧，左邊咧見到迪科爾啦，迪科爾去唔到咧，交俾後邊嘅戴維斯，可惜咧比後咗少少咧，戴維斯甩咗嘅。馬布蘭基直線俾前邊。咁見到戴維斯頭先係鬧到飛起嘅，因為個波其實都幾易比，但係咧回傳嘅時候咧大力一滯。咁同埋個位係唔啱嘅，羅斯鐵亞式嘅助攻吸翻嚟遠處，個波咧太過貼門啦。呢邊咧羅賓遜唔要之餘咧，遠處嘅隊友咧亦都係攞唔到。咁啲富咸雖然落後咗啦，咁但係幾個嘅攻勢咧亦都做到入去咧，叫做熱刺嘅腹地嘅。咁譬如話較之前有個高波俾到前面嘅拉辛斯基啦，可惜係控得唔好啦。咁而頭先提到其實富咸件波衫嘅款咧，就同史特加一樣啦。戰績其實都幾時，季初又係麻麻地，咁跟住又開始攞翻啲分咁樣。史特加咧就1-0贏咗海沙羅頓咧，就係佢哋今季主場咧第一場贏波。咁至於富咸方面咧，其實佢哋喺今屆咧就係90分鐘之內贏波咧，只係得一場嘅啫。咁就係喺聯賽咧1-0小勝愛華頓。其餘嘅比賽咧，包括我哋上週咧淘汰呢個英乙嘅林肯城咧，我哋都係要踢到加時啦，咁啊先至能夠咧就係勉強咧淘汰對手嘅。愛華頓就大件事啦，現時因為週末嘅時候連韋根都輸埋，咁現時咧就絕對咧就喺榜尾啊，尾二呢個位置。好啦，球證嘅禮特咧，球證嘅韋利咧就係黃牌警告咧6號嘅禮特。咁啊，好快咧就係出現咗咧今場比賽第一張嘅黃牌啦，15分鐘嘅時間。咁頭先陳寧都提到啦，其實愛華頓6連敗啦，咁同埋近9場波輸咗8場嘅，咁同埋亦都同熱刺一樣嘅，其實就係有點而咧自己搞亂自己嘅陣腳嘅。但問題是咧呢個罰球如何咯？哎呀，直去嘅嚇，咁好彩咧就係彈地嘅時間咧彈唔起啦，門將嘅華拿咧就係好穩陣咧沒收。咁喺呢個階段其實熱刺就領先1-0，哇！見到李榮彪呢個解圍非常困難，咁但係總算咧查獲到呢個長傳，因為佢一路走咧，其實個波完全喺佢嘅背脊嘅，咁佢睇到個波落去邊點，其實好困難嘅事嚟嘅。海山司機咧好快咧等翻俾馬布蘭基，再偷翻嚟中間個位置，迪奧普左腳掂唔掂？呢下咧原來俾嘅，利拔頭槌。咁頭先佢想推入去俾贊神啦，咁但係迪奧普嗰個波俾得係麻麻地嘅。文迪斯咧就係猜翻嚟左邊啊，見到李榮彪到嘅。李榮彪今日明顯咧就係多波踢嘅咧對另一邊嘅閘咧，呢個史路泰利啊。咁啊話時話咧，即刻咧就去到咧就有右手邊咧史路泰利，米度回翻嚟中間個位置，左腳一級，哇！呢個波佢想俾翻米度嘅，但米度咧唔係意喎。咁覺得右邊呢個波其實都做得係幾細緻咯，要咁講，米度同隊友嘅配合。咁
咁而講到兩邊閘嗰個助攻力或者級數咧，其實即係唔係話爭亞洲人啊？李榮標嘅級數其實絕對咧就喺史杜泰利之上，無論喺防守或者助攻都好。如果即係計佢哋踢嗰啲比賽咧，其實真係唔使講話爭咧，直情係擺住喺度咧。世界盃啊，同埋歐冠盃啊，佢都踢過啦。咁史杜泰利，我諗喺呢兩方面咧，都係唔及呢個李榮標嘅。世界盃同埋歐冠都係入到4強嘅，咁同埋亦都真係有表現嗰隻啦，唔係話叫做蹬下腳嗰種啊。嗰度先贊神，馬伯蘭基俾翻咧就係右邊咧助攻嘅和斯，羅斯呢個波上射咧省咗李榮標隻腳。利物浦喺今屆咧暫時未開齋嘅嚇。好啦，和斯直線俾翻前邊，馬伯蘭基文迪斯咧拱個背脊話回身幾難出嘅呢個波，但唔緊要啊。之後咧就踢到咧文迪斯隻腳咧彈出去底線。咁剛才其實2次防守嗰陣時咧有幾下咧，其實中間同埋李榮標嗰邊係有啲問題嘅。講緊中間其實講緊京治，佢成日驚咧就係富咸嘅右邊嘅球員咧會好輕易咁過到李榮標咧，係包到好貼嘅。其實冇咩必要，因為佢咁樣做法咧，其實令到反而中路咧係有一啲嘅空位出現。馬伯蘭基拱又走咗，然後吸翻嚟中間咧，可惜呢一次咧依然都仲係過唔到咧對方嘅文迪斯嘅。文迪斯今日喺中場咧做咗好多攔截嘅功夫啊！咁頭先講到呢個問題咧，因為有幾下見到咧，其實啲波李榮標咧就會係企得比較入去中間，因為佢隔離咧有啲比較處於危險位置嘅人。咁但係咧見到京治係咁拱翻出去，同埋咧亦都係咁咧就包到去李榮標嘅身後邊。咁李榮標指翻佢，叫佢翻入中路嘅。咁大家見到馬伯蘭基啦，馬伯蘭基其實即係我哋印象中好似即係好多年咁啊，即係睇佢踢波嘅，佢即係25歲啊，球齡好深啦，同埋都已經係譬如話法國青年隊嘅時候，即係好早出道嘅球員。咁同埋依家即係大家睇到咧，就球證咧對於啲衫唔攝入去咧，又冇乜點吹嘅。咁但係就唔係話有咩指引出咗嚟咧，就話啲球員可以唔攝衫落去。大家會記得咧，就係早1-2年咧，呢一方面執得好嚴嘅。國際賽可能咧就係比呢個英超嘅賽場咧，就係呢一方面嘅尺度咧可能會緊啲啊。如果你話今季即係近呢1年所見，即係好多比賽都唔理嘅，特別係即係話齋件衫如果同條褲同色嗰啲球隊咧。不過其實即係國際足聯近期可能將嗰啲焦點集中喺對球證不敬啊，或者一啲即係蓄意傷人嘅動作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越位嘅判罰上面啦。咁呢樣嘢就係可能就冇過往對於呢啲球褲啊或者球上衣咧，即係一定要摳住啊咁樣呢啲咁多規定咧，就係即係冇咁細緻啊管理得。係啊，咁雖然佢哋落咗好多嘅墨水啦，就落去越位嗰邊啦，咁但係其實都冇改善嘅。咁同埋好多嘅睇法咧，近排落咗落去晶片足球度。咁但係我哋喺唔同嘅場合都講過咧，晶片足球有啲咩問題？其實有啲常識嘅都可以諗到，究竟可以會有發生啲咩爭論？呢個同體育無關嘅完全。呢邊咧就係史杜泰利咧同埋潘莫隊咧係咁喺度爭咧，最終咧個波咧依然都仲未出界嘅。咁啊，俾翻前面嘅時間咧就係睇到咧尼拔啦，尼拔咧夾翻好前，但係呢邊咧麥快迪一撞咧俾翻後面嘅高路士贊神，馬伯蘭基撞牆俾翻佢，睇下有冇機會射咧，果然射得，哎呀！呢個波中未啊，好嘢啊，射得靚啊！呢位丹麥國腳咧嚟到富咸之後咧，其實上場機會都唔錯嘅，幾多。咁而其實論到嗰個嘅進攻力量上邊咧，其實佢同馬伯蘭基咧就令到富咸嘅中場咧有兩個比較叫做組織型嘅中場喺度。咁再加埋潘莫迪咧，咁佢哋嘅中場變得咧頗為攻擊型。咁但係話說回頭喎，亦都因為佢哋擺個咁嘅陣式出嚟咧，咁即係話迪奧普咧，其實就要踢得好辛苦，因為可以咁講啦，幫佢搶波嘅球員其實唔係話認真好多嘅喺中場上面。即係硬淨嘅球員唔係話好多咯。
咁至於頭先成日講到晶片足球嗰個問題，就係始終都有一句啦，根本就冇人可以100%肯定到喺比賽裏邊嗰個波個晶片係正常運作緊嘅。咁即係話咧，可以有好多無謂爭論又出到嚟嘅。潘洛迪呢下咧睇嚟咧就係俾經節撞咧球證嘅位咧亦都係吹罰啦。咁球證其實佢嘅吹罰咧稍為慢啲啲，睇睇咧就潘洛迪控唔控到個波咧，最終咧控唔到佢先吹罰，就俾翻嚟12碼點，哎呀冇人跟進啊！利拔大腳咧送翻嚟前邊，呢個波咧純屬解圍啊！咁而其實講到頭先，即係跟住埋少少啦。咁晶片足球嗰個問題，其實如果你橫掂都信得個晶片，點解唔信個電視咧？即係唔信攝影機嘅角度，即係你可以裝啲機喺個龍門嘅左右啦，同個界線成一平線啦。咁反正如果有咩事嘅話，球證都係要接收信號啦。咁不如去場邊睇一睇嗰個啦。因為理論上晶片足球嘅設立其實就為咗慳時間，即係話可能球證帶住個嘢，一聽到聲或者有個信號響或者震，咁就話個波入咗。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我截到一個頻率發達啦，一射埋喺度撳掣啊，都可能都係即係你講呢個因素咧，即係慳時間啦。因為如果你話睇屏幕咧下即係要停咗，大家一齊望住個屏幕咧，就可能個時間耐咗啦，同埋對於球證嚟講，有時如果係即係出現一啲錯判，可能會比較尷尬咯。但係晶片都唔代表唔錯判嘅喎。晶片其實會錯判咧，但係佢會快啊嘛。正如話齋，你點知佢係咪有冇錯嘅啫？或者佢發出嘅信號係咪啱嘅啫？咁如果肯定唔到就死啦！啲球會又去上訴，咁你咪仲嘥時間。咁同埋你話出場邊睇慢鏡，其實如果以美式足球嘅角度咧，佢係有部機俾球證去睇，一衝埋去就即刻望，觀眾係睇唔到嗰個影像。咁跟住球證就作出判決嘅。呢邊咧連路咧就逼住迪奧普咁喺後場咧補翻嚟緊咧，大腳都送翻嚟前邊。呢段時間咧兩隊咧都攻得咧就好快啊！喺周一嘅時間真係好少見到咧就咁快節奏嘅賽事啊！咁啊當然咧亦都唔難理解咧，因為呢場咧屬於咧倫敦嘅打比戰。和斯喺對住林肯城嘅比賽咧，佢上場1分鐘咧即刻擺個烏龍啊，令到對方咧追成2-2嘅。好啦，呢邊咧睇睇咧就係麥拜迪啊，跟翻嚟中間嘅時間嗰度先贊神。呢邊咧潘莫迪右腳射，可惜咧就係省到咧史圖泰利。連龍咧踩翻嚟前邊，哇！睇到啦，明顯咧就係迪科爾咧俾對方咧拉住啦，球證嘅位嚟啱啱喺旁邊咧睇得好清楚啊！咁啊講翻咧就上屆咧其實呢個富咸咧主場咧2-0贏熱刺嗰場比賽啦，咁亦都係由呢位球證嘅位嚟執法嘅。咁啊至於上週咧我哋睇到咧就係阿仙奴啊2-0贏愛華頓嘅比賽啦，咁啊亦都係位嚟執法嘅。唔知頭先講咗一大堆嘅問題咧，其實就係主要最後一句咧，就係話足球其實最關鍵嘅東西始終都係入球。個人意見咧，純粹都係嚴謹啲對待咧，係比較正確嘅。咁至於富咸咧，睇到呢個階段咧，其實佢哋都係喺落後咗之後咧，叫做中場咧，其實個控球時間係比較多啲嘅。咁熱刺其實領先咗之後咧，有啲係縮翻落嚟嗰隻咯。俄斯馬伯蘭基後爭咧，交翻俾俄斯呢邊咧，李明標咧快腳咧俾翻嚟前邊，禮特球場咧再作翻嚟另一邊。啊，潘莫迪咧走翻嚟中間立住個波啦。呢邊咧見到咧就係尼拔咧，亦都係壓得好前啦。但係搞翻嚟中路嘅時間，馬伯蘭基呢個波咧經治咧快腳啊！好啦，熱刺喺左邊咧再度咧反擊啦嘛嚇，俾翻咧就係喺度啊！呢個嚟嘅國腳。迪斯，嗰邊咧就係見到咧就係史圖泰。而家去到咧就係上半場咧中段嘅時間啦，暫時咧主場作賽嘅熱刺咧係領先緊1-0，呢場咧屬於係週中嘅英超嘅獨腳戲啦。咁喺深夜咧，我哋會有歐冠杯方面嘅直播咧，就係曼聯咧對住賓菲加嘅。咁啊，星期3晚咧就係有國際米蘭對住格拉斯哥流浪啊，呢兩場咧都係直播嚟㗎。
羅賓遜都上翻嚟左邊，禮特後場咧擺翻出去邊界啊！呢、個波穩陣。禮特個面好似揩啲搭咩白色嘅嘢。迪科爾米道好靚啊！呢個撞牆，澤位俾翻嚟中間米道撞得搞掂嗰個，哎呀！呢下咧啱啱咧就俾華拿咧拍到啊！米道咧覺得咧非常之可惜。可惜之餘咧，米道其實戴咗戒指，但係冇黐膠布嘅。咁呢個嘅撞牆好簡單啦，好簡潔啦，亦都好輕易咁咧就已經突破晒成條富咸嘅防線。咁最主要就係禮特包過嚟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佢個企位係蝕底嘅，又唔係話可以即時可以拍到阿米道。咁一俾埋嚟，其實一通咗之後咧，亦都係阻截唔到啦迪科爾嘅推進嘅。好啦，文迪斯呢個角度嘅質素如何啦？米道咧上下頂啊頂到啊，但係咧可惜咧就係呢個波麥巴條咧撞翻出嚟。咁而即係話咧，其實頭先禮特咧，如果佢出嚟嘅話咧，就唔係擺明人哋打個 1-2 嘅，就一係佢就拍晒埋去米道嗰度，一係佢係執或者去步啊迪科爾，即係 1-2 第二下撞翻落去嗰下。咁但係佢哋兩下都唔係，就企咗喺中間。其實頭先呢個禮特咧都幾尷尬啊，因為咧就零零四四咧俾人通咗慳球嘅，同埋亦都見到咧就係呢個迪科爾同埋米道咧果然就有啲默契啊，咁唔知咪早已咧就係即係揀佢兩個咧覺得有啲呢個默契啊。呢個咧就係7分零鐘嘅時間咧，迪科爾嘅入球嘅慢鏡。頭先其實亦都第一個慢鏡啦，大家睇到好似有啲問題喎。咁究竟米道係咪預咗位嘅咧？因為當時佢唔可以話同個比賽無關嘅。可能啲同行都留意到呢樣嘢咧，所以喺呢一個時間咧就係0044咧放翻呢一段嘅入球嘅慢鏡咧出嚟睇睇啊。而最要打 pat 就當然係旁證啦，因為都幾明顯嘅。其實頭先米道咧係0044一個人打出嚟嘅。高莫迪啊，呢個高波咧就係扯到好高啊，直接咧飛出咧球門後邊嘅看台。高莫迪咧今季嘅表現其實就有點而咧比起先前嘅兩季咧就差啲啲嘅。咁因為富咸嘅陣中其實佢嘅表現咧其實都幾關鍵嘅，過去一兩季。咁事實上佢嘅入球力都好多時咧係挽救咗富咸。咁但係始終都係嗰句啦，富咸上季嘅季中開始其實好多球員受傷，去到今季嘅季初咧先至開始咧有部分嘅球員開始出翻嚟。咁甚至乎有啲咧都未出得嚟嘅。咁其實咧頭先同大家講過咧，就係富咸喺上屆嘅5場嘅輪都打比戰咧，佢哋全部輸晒啦。咁佢哋喺近期作客咧，最近一次贏波咧就係03年嘅8月30號咧，就係作客白鹿徑咧，佢哋嗰場比賽咧贏3-0啊。其中咧潘諾迪咧有一個入球㗎。咁啊至於上屆咧熱刺主場咧就2-0贏咗呢一隊嘅富咸啦。咁啊其中2個入球嘅球員咧呢場比賽都冇嘅。打盧迪咧就去咗西維爾啦，咁另外咧洛比堅尼咧暫時就喺後備席，咁所以睇嚟咧就係富咸咧亦都唔需要太驚啦。雖然佢哋而家暫時落後緊。咁而今日熱刺嘅陣中其實大家就會發覺啦，李榮彪啊、迪科爾當然係喺度啦，咁但係就中場嗰邊咧其實少咗咧隻卡榮克嘅。其實加維克喺對住今次比嘅比賽咧就係受傷咧，睇嚟佢要唞咧就1到2週嘅時間。好啊，呢邊咧睇到咧就係拉辛斯基啦，喺左邊嘅突破，急翻嚟遠處呢個波咧馬伯蘭基咧跑到盡咧，勉強咧俾翻嚟後邊和斯，都係斬啦。麥拜迪勉強施射，咦嗰邊拉辛斯基係咪瞓咗喺度咧？咁剛才呢個攻勢咧，其實喺左路亦都係製造到一定嘅威脅嘅。咁頭先拉辛斯基咧一路壓佢禁區裏邊咧，亦都係拍到嘅。咁高文咧頭先就對於嗰個入球係非常之唔滿意，亦都出嚟鬧旁證嘅。
喺今季嘅英超咧，我哋見到咧屏幕下邊咧就係有一啲球員嘅一啲簡單嘅統計啦。咁有一次嘅越位咧，暫時未有犯規嘅。咁啊，呢個波咧就佢自己係困到啦。咁啊，熱刺嘅球員咧就冇被呢個韋利吹罰。暫時咧就拉辛斯基喺今屆嘅英超聯賽咧，佢哋未開齋嘅。喺富咸方面咧，入球最多嘅咧就係麥拜迪啦。麥拜迪已經係入咗3球啦，咁啊同埋對方嘅迪科爾一樣。迪科爾喺今仗咧就係入咗佢今季嘅第3球。32分鐘嘅時間，暫時白色衫嘅熱刺咧仲係領先咧1-0。連龍潘莫迪唔夠腳長啦，勉強咧將個波咧就係撩到，但可惜咧最後出咗界。拉辛斯基亦都冇乜問題啦，可以繼續比賽。咁睇熱刺嘅比賽，其實今季仲有一樣嘢咧就比較明顯嘅，咁就係大家會發覺其實佢無論擺咩人去中場球員啦，咁成個焦點咧仍然都會落咗去兩個前鋒度。咁因為佢哋嘅進攻型格驅使到呢樣嘢。咁呢邊亦都見到約翰，咁佢又冇心機嘅，因為嗰個上落咧喺富咸其實佢就好大。所謂嘅年青球員咁樣一出嚟咧，2場入4球，跟住就坐到依家。不過就有資本咧，就係比較後生啦，只有20歲嘅啫，咁所以佢哋都即係唔需要急啊，等待機會咧。因為始終佢哋陣中嘅兩個前鋒咧，麥拜迪同埋拉辛斯基年紀都大啦。拉辛斯基32歲啦，咁啊呢個麥拜迪咧就33歲啦。睇嚟佢嘅機會喺今屆咧，可能去到季中或者季尾嘅時間咧，應該就會出現㗎啦。咁約翰啦，同埋阿仙奴嘅艾比耶等等咧，其實喺暑假嘅時候咧，亦都有參加咧，就係世青杯嘅。佢哋就係代表荷蘭比賽啦。咁啊，荷蘭咧就係喺4分1決賽咧，佢哋就係被呢個尼日利亞咧淘汰咗㗎。羅賓遜，呢下咧問㗎嚇，俾翻你前邊，米度心口射低，第二下咧就係保加尼加。清翻嚟中場，但冇幾遠啫。戴維斯第一時間咧打翻俾後邊嘅李榮標，就呢個波咧彈得出界。馬伯蘭基頭槌咧就想交俾拉辛斯基嘅，禮特射翻嚟左邊，攞唔到啊！呢下呢一段時間咧睇到雙方喺中場嘅失誤都幾多㗎。咁而時間咧就係唔經唔覺之間咧，已經去到咧35分鐘㗎啦。呢場咧屬於星期一晚嘅英獨腳戲。好啦，呢邊咧一個反擊嘅機會。哎呀，可惜一個馬失前蹄啊，跣腳。咁唔知係咪喺比賽前咧，就係呢個草地咧淋咗水啊。好啦，呢邊咧好快咧去翻咧就熱刺嘅半場咯。拉辛斯基對住京治，冇乜人啊。熱刺呢一邊呢邊富咸呢邊咧，只係得一個咧麥拜迪喺12碼點。京治好輕易解圍，咪度搏命啊！喺前場咧走翻嚟中場咧，呢個波亦都偷得靚嘅，送翻嚟前邊，係咪交俾迪科爾咧？唔係喎，呢個波咧睇嚟咧佢就想解圍啫。咁喺度咧，其實翻到嚟嘅正選陣入邊咧，都係非常生猛，咁嘅狀態都係相當之好啦。喺度咧22歲嘅啫，但係佢踢過好頭，包括積斯啦、西班牙嘅切爾達啦，同埋法國嘅馬賽啦。上季咧亦都係踢咗咧就係半季嘅羅馬。咁而多個球會咧就係阿積斯啦，有1球嘅。咁至於佢喺上屆羅馬嘅比賽咧就未有入球啊。咁喺今年嘅1月份咧就由羅馬咧加入到熱刺嘅。戴維斯，其實戴維斯呢個熱刺嘅中強硬啦，馬伯蘭基。後邊嘅時間，文迪斯快腳擺圍。文迪斯今日喺中場咧，亦都係相當搶眼嘅呢個球員啊。加文斯咧睇嚟，富咸喺中場方面咧有少少咧失勢嘅啦。和斯咧俾翻後邊嘅禮特啦，禮特回翻門度咧就係由富咸咧喺左邊咧策動攻勢咯。迪奧普、高路斯贊神。左腳咧中微波㗎，好啦，俾右邊嘅馬伯，呢個波咧睇嚟咧就係隊友咧冇辦法攞到啊，冇錯啊！
今日咧左右兩幾佢出波咧個效果都係麻麻地嘅。咁所以見到咧帶住隊長章嘅潘莫迪咧都係望一望過去，咁爭啲可以作出一個突破，哇！好大力咁抌咗落香口膠，鬧邊個咧嚇？高文。咁頭先係連倫咧就想作一個嘅突破嘅，咁睇嚟保簡尼加嗰邊都有可能噃，咁因為係失咗位嘅，人都唔見埋。文迪斯好東後咧就俾翻嚟右手邊，睇睇連倫啦，史路泰尼第一時間出，哎呀，迪科爾咧碰到個腳踭啊！哇，呢邊咧就係見到咧禮特，咁禮特其實呢個波有少少失位嘅，但係咧佢勝在咧身高咧將個波咧最後咧帶翻出嚟橫邊大網。好啦，呢個波吸得靚啊！俾翻嚟門前，加維斯左腳射得，哇嗱擋出，最後由迪奧普解圍。嗱，今日真係備受考驗啦！咁大家留意下咧，其實係呢幾個啊呢一輪嘅攻勢裏邊咧，阿保簡尼加就好似褪咗入去中間咁樣嘅。咁或者係可能呢場賽事一路佢都係睇緊中堅啦。咁力卡斯贊神咧，似乎就係左後衞。咁但係似乎呢個表現咧，亦都唔係話太過理想。保簡尼加其實一路咧喺上季都講嘅，到依家都冇乜改善，就係佢嗰個狀態個 fitness 咧，其實唔好嘅，一路都唔好嘅。咁啊身形都係比較重，即係喺呢方面大家可以睇到好多時即係球員講到話收身嗰個問題。咁見到戴維斯頭先亦都係通咗阿馬伯蘭基嘅坑渠，俾翻後邊嘅。呢個波咧睇嚟咧就係李鴻標咧攞到啊！咁啊出翻嚟中間嘅時間，其實咧第一下咧李鴻標接波嗰陣時咧，應該就已經係越咗位啦。俾嘅時候咧就遮住咗，咁但係睇落咧都應該咧就平牌嘅機會係有嘅。咁啊，李榮標咧暫時咧就喺英超咧亮相咗咧2-3場嘅比賽啦。雖然咧就而家評論佢成功與否咧就係言之過早啊。咁但係睇嚟咧就佢都即係幾適應英超嘅。咁首先咧就佢經驗夠啦，同埋佢嘅奔跑能力咧，即係話喺上下半場咧佢不停咁咧飛跑咧，就對於佢嘅體能嚟講咧影響唔大咧。咁呢樣嘢亦都係佢能夠咧好快融入球隊嘅其中一個咧好重要嘅原因嚟嘅。咁其他亞洲球員咧，如果係想喺英超度發展咧，睇嚟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即係可以借鏡嘅。同埋大家可以睇到，即係李榮標直至現時為止，其實佢個即係個體質咧係好強嘅，雖然唔係話好高大嗰種。呢樣嘢其實喺歐洲大聯賽裏邊係必備嘅。咁事實上即係可能大家話哇歐洲嗰邊啲人啊，可能個體質係比較強勁啊。咁可以話俾大家知，其實唔係咁嘅一回事。好多其實有技術嘅球員咧，喺啲大聯賽或者係職業足球裏邊咧，去到某一個階段，可能去到18、19歲咯，好多都係因為體質嘅關係咧，就冇辦法進入到職業足球員嘅行列，要轉行。咁只不過大家睇到其實喺電視裏邊睇到啲大聯賽嘅球員，其實就係佢哋個體質方面咧，呢樣嘢係天生，其實冇得話練啊。當然訓練可以係作出一啲嘅補救，咁但係如果本身體質唔強嘅話，其實就好難去面對呢啲咁嘅比賽。上半場去到40分鐘㗎啦，領先嘅1-0嘅，屬於咧就係迪科爾喺7分零鐘嘅入球。呢邊咧就係去到咧熱刺嘅半場後。頭先嗰個後腳啦，同埋俾佢哋中間都係俾得幾靚嘅，咁最後李榮標咧緊叫做擋到個波。咁叫李榮標包咗中間之後，仲有球員好醒目咧，就戴維斯咧就亦都縮翻落嚟咧，就左後衞嘅位置。保加利加真係冇太話呢啲即係冇乜難度嘅解圍咧，竟然間都係太 Q 啦！亦都聽到咧現場咧有少少嘅噓聲咧，就噓呢位嚟自美國嘅國腳啊！咁同埋大家諗下，就喺佢初嚟到富咸嘅時候咧，其實佢嘅表現啦，或者佢嘅身形咧，靚仔嗰隻嘅瀟灑隻嘅，但係依家嗰啲咧，其實就
腫腫地嗰種嘅。其實佢哋富咸呢一件球衣咧就係應該係幾修身㗎，咁但係我諗咧就覺得你而家可能係即係攞大咗個 size 啊，所以睇落去咧就有少少即係話冇咁貼身啦，可能亦都係即係掩飾咧，就即係你話齋咧，可能即係略為有少少發福嘅呢個身材啊。哇！頭先影影咧就係贊拿斯，咁贊拿斯今日都即係踢得幾靜下㗎，反而文迪斯同埋戴維斯喺中場咧就係有好多波踢㗎。咁理論上，加文迪斯咧就係代替咗卡維克嘅位置啦。咁文迪斯其實本身咧就應該係一個右邊中場嘅球員嚟嘅，咁但係今日嘅狀況咧就當然唔係擺咗喺佢最擅長嘅位置啦。咁呢個球員其實個特點亦都係後上啦，或者係遠射啦，係比較出色嘅。我曼嘅呢下咧偷得靚嘅，麥拜迪俾翻嚟呢一邊咧，高路斯贊神。好啦，睇睇咧就係助攻嘅隊友咧，就原來潘莫迪咧走翻嚟咧，右手邊活動喎，經治搭住呢邊馬伯蘭基回身再俾嘅時間咧，睇嚟咧就係麥拜迪咧同佢個距離咧都唔係咁啱咧，交到個直線。羅賓遜。好尼加呢下頭槌解圍咧就去到迪科爾嗰度，咁好彩咧就係麥拜迪咧翻嚟咧助手啊，扎拿斯。值得留意嘅就係熱刺其實喺20幾分鐘之後咧，佢哋係特別喺中場越踢就越靜嘅。咁所以大家睇到富咸其實亦都有好多做到上嚟嘅攻勢。咁俾迪奧普咧就係交個直線咧交俾前面嘅麥拜迪。啱啱過到中場咧，又俾咧富咸呢邊咧截到啦，潘莫迪。潘莫迪今日咧就冇乜波踢啊，亦都踢得咧就係較靜嘅一位富咸嘅球員啦。李榮標好嘢啊，真係轉數咧踢到二斜子，冇乜點下降啊呢位韓國球員。亦都未見佢認真下降喺任何比賽裏邊。咁至於頭先大家睇到潘莫迪攞到個波，跟住轉到身咧，其實同佢過往好多好鋭利咁樣過關斬將咧，其實係有啲分別嘅。不過好難怪啊，潘莫迪其實佢亦都個球齡其實真係好耐。咁如果你話喺個職業生涯裏邊，其實都算係咧就過咗最高峰嘅期嘅。其實睇翻李明標同埋朴智星喺佢哋今屆英超嘅演出咧，可以感覺到咧就韓國球員佢哋喺英超咧已經係即係走喺亞洲球員嘅前列啦。咁雖然中田英壽喺保頓贏弗切茅夫嗰場比賽嘅最後咧就被評為當場嘅最佳球員啦，但係事實上咧就係我諗李明標同埋佢哋上陣嘅機會咧更加多啲啦。呢樣嘢亦都係領先於咧，暫時領先於中國球員嘅，因為李鐵其實喺我話佢哋甚至喺聯賽嘅大名得到，孫繼海亦都經常喺一啲唔同嘅位置嘅。呢樣嘢其實真係中國球員真係要急起直追啦。何斯斬翻嚟中間嘅時間，何斯今日嘅出波咧，暫時都未見到一俾到自己。潘莫迪俾翻嚟後邊，係啊，呢個波咧。拉辛斯基就係頂到個膊頭，都算一個機會嚟嘅，因為當時區入嚟咧個質素都係唔錯啦。同埋拉辛斯基頂嘅時候咧，其實由於佢視線其實有啲受阻嘅，咁就喺前面應該係李拔嚟嘅，佢判斷亦都有啲問題，佢係判斷個落點係錯咗啦。咁所以嘅連龍咧亦都係一路掘住佢，望住佢，叉住腰咁樣，哇搞錯咁都漏嘅啫。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即係亦都係三字頭咁樣噶啦。同埋佢依家嘅轉數其實係都跌得幾緊要。咁但係個經驗咧好多時就成為咗佢依家嘅扶實。仲要差唔多過5場，其實李拔。戴維斯喺上一仗對住金士比嘅比賽咧，就係踢咗23分鐘。好啊，呢個時間咧完場啦，補時咧只係補1分鐘嘅啫。迪科爾喺8分鐘嘅入球咧，令到熱刺喺主場暫時1-0領先富咸嘅。小靈通用會咧發送801去到6963嘅。咁啊，我哋嘅獎品咧就係單場競猜中獎嘅朋友咧可以獲得獎金1000蚊啦。同時咧每週仲將從咧猜對單場但係未中獎嘅朋友之中咧，抽出2位嘅幸運觀眾咧，獲獎500蚊嘅。咁另外咧就係每週猜對咗任意4場嘅幸運觀眾咧，有機會獲得贊助商送出嘅名牌 MP3 功能手機一部。好啦，睇埋呢一邊咯喎，呢邊咧有個機會啦，史杜泰利，哎呀掛住咧係望咧呢邊咧睇下潘莫迪有冇動作啦。我哋一陣咧睇睇慢鏡啊。
休條褲啊佢，可能係條褲咧就俾人掹一掹啊嚇。咁啊單場比賽結束時候咧，我哋就會公佈咧當日單場競猜賽嗰個中獎觀眾嘅。同埋你睇翻咧，其實呢個波真係比得嘅。咁不過潘莫迪咧，唯一佢係醒目嘅咧，就係佢動作咧衝埋好似好一氣呵成咁樣。咁但係佢又好明顯喺後邊咧撞咗落去小路泰利個背脊度。咁單係呢一個從後咁樣撞埋你嘅動作咧，就已經可以足夠咧係吹罰。咁如果禁區裏邊，正如話齋，吹罰係咩咧？就12碼咯。仍然都堅持一句球證咧，任何球證都應該其實禁區內外咧尺度係一致嘅。贊拿斯終於見到佢攞波啦，戴維斯又唔滿意啦，因為佢又冇將個波換翻俾佢。咁呢邊咧禮特咧就係一個假動作咧，就仰過咧迪科爾咧，睇下點做啦，斬翻嚟中場啦。咁中場咧見到咧京治咧攞晒咧第一點嘅，李榮標亦都咧好穩陣咧，俾翻咧文迪斯。文迪斯今日喺中場咧教跑嘅工作咧，其實都可以講係做得咧好稱職嘅。迪科爾、米道。地波俾翻嚟中間嘅時間，戴維斯就一射得，哎呀！呢個波咧真係好嘢啊，推得順好順嘅。咁但係咧冇乜角度之下咧，戴維斯左腳嘅勁射咧就高出咗橫眉少少啫。咁下半場熱刺開出嚟咧，其實佢哋氣勢係好勁嘅喎。咁同上半場其實初段頭嗰10分8分鐘咧，亦都係一模一樣。咁呢個戴維斯嘅突入咧，其實亦都係佢啲招牌菜嚟㗎。戴維斯加入到熱刺之後咧，暫時係未為球隊咧建功嘅嚇。咁睇呢場比賽咧會唔會開齋啦？不過呢邊咧麥快迪咧再一次咧就輸咗俾京治。你呢邊咧睇嚟咧就有啲問題啦。米度咧同對方嘅和斯咧相撞。和斯呢位係嚟自德國嘅新晉國腳，咁喺今季亦都係佢搏表現嘅時間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咧入選德國國家隊咧參加明年嘅世界盃嘅賽事。李特寫翻嚟左邊，咁啊見到咧就尼加斯贊神啊，咁啊亦都係另一位咧就係富咸方面嘅新嘅外援啦，嚟自丹麥嘅和斯，翻嚟中間京治，迪奧普俾翻和斯，馬伯蘭基，馬伯蘭基其實踢得好努力啊。咁但係佢今場比賽似乎都受到對方嘅嚴密看管啊，所以佢個失誤亦都幾多嘅。咁同埋咁啱得咁巧咧，其實富咸咧喺個組織力上面咧右邊係比較強。熱刺咧今日大家可以睇到啦，正如半場嘅時候講到咧，佢哋左邊係比較強。俾呢個中間話都有個機會喎，拉斯斯基其實係少少一攝到個頭柱，咁可惜個波嘅落點其實佢亦都係啱唔到。尼伯好醒目啦，咁即係話真係佢經驗同位置咧，好多時就彌補咗佢現時嗰個嘅體力嘅不足嘅。留意啦，一路都雖然咧，其實都係拉斯斯基想攝咗入去啦，咁但係佢嘅位置咧都係可以叫做咧係頂住咗對方嘅。落翻哋嘅頭緒咧，交俾左邊嘅班莫迪。潘莫迪咧對住小路泰利帶翻嚟，再俾翻嚟另一邊射得，哎呀！呢個波射得好嘢喎，屬於馬伯蘭基咧喺右邊嘅勁射，俾過嚟咧真係好好拉啊！呢個波好順腳啦，要斬下潘莫迪啦，所以吸翻入中間啦，就避過咗小路泰利啦。嗱，塞個地波嚟呢邊好好拉嘅，好順嘅，順勢就埋嚟撳中咗，其實都好問水啦，羅賓遜。雖然佢都飛到好盡，同埋有好強嘅外西啊！呢個波咧，如果稍微撳低少少咧，應該係一個好嘅機會嚟㗎。禮特對住迪科爾都唔敢怠慢啊！呢啲波咧都係解圍先啊！咁睇嚟咧就係呢個波最後都係咧困到迪科爾隻腳啊！咁其實富咸喺佢哋近兩季嘅作客嘅成績咧麻麻地嘅啫，咁統計過咧就係佢哋嘅勝率咧就未到18%嘅。咁但係上季佢哋有一場嘅比賽咧都幾經典嘅，就係對布力般嘅比賽啦。咁佢哋上半場咧就先失一球㗎，咁結果咧喺下半場嘅時間咧連追3球。呢場咧佢哋喺倫敦嘅打比戰咧，佢哋都喺上半場嘅時間咧由迪科爾咧先開紀錄嘅。下半場其實現時咧亦都睇到咧佢哋個爭勝嘅信心咧不斷咁樣喺度上升緊嘅。
就熱刺咧，好似呢段時間就踢得有少少咧保守喎。咁領先咗之後咧，一路都係咁嘅狀況嘅。咁下半場正如頭先話齋咧，一開出嚟咧嗰幾分鐘啦，咁個勢就都幾鋭。咁但係又睇下會唔會好似上半場咁啦。咁慢慢地咧，其實又開始咧比較沉。咁同埋富咸咧係中場上面會比較多嘅控球權啦。咁大家喺下半場其實仲有一樣嘢最特別要留意咧，就係除咗戴維斯之外，熱刺嘅中場，大家特別可以留意下贊拿斯嘅表現係點樣。因為如果一路都冇表現嘅話，係咪應該喺咁多球員、咁多嘅競爭之下，佢係咪應該一定係成為正選呢？呢個係值得討論。其實贊拿斯喺季初嘅時間就因為傳聞佢係有機會加入呢個阿仙奴嘅，咁其後咧就雲加咧否認咗呢個消息。咁當然佢其實一路喺紐卡素咧過得唔開心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人工嘅問題啦。咁佢覺得咧佢就唔應該同大亞咧拉開咧咁大嘅距離嘅。咁而家嚟，呢邊有機會啦，一督之下咧門將擋出，睇下高斯贊臣停得唔靚啊！個波咧離咗腳。頭先嗰個冇計啦，個波突然間撞出嚟咧，其實佢都未有準備嘅動作啦，可以控到個波嘅。咁睇到個波其實有少少撞落個腳棍度都射唔到。至於頭先咧馬伯蘭基咧一撩之後咧，就似乎對方嘅手頭嘅嫌疑，佢舉手咧球證冇理會到。哎呀，呢個撞牆咧睇嚟京治咧已經係包晒圍啦，冇錯啦，左腳解圍。呢邊咧熱刺咧就係避過一劫。暫時都未有空間睇翻頭先嗰個慢鏡嘅。咁羅賓遜咧，其實由季初到依家絕對就熱刺嘅陣中啊，變得最穩定同埋最出色嘅球員嚟嘅。拉辛斯基喺右邊咧搏咗一個界外球嘅機會，睇睇咧和斯利點啊？一級之下咧對住咧迪科爾去唔到咧，俾翻後邊嘅禮特再猜翻嚟門前麥拜迪。但係呢邊咧尼拔咧老路中環咧頭槌咧一入之下咧去翻咧就係富咸嘅半場。好啦，呢邊咧米杜同埋禮特爭啊，但係始終咧都係咧禮特咧穩陣啲啊，搶先一步咧頂到個波㗎。喺度，得翻嚟後邊。呢個波咧見到咧就搬麥迪咧心口射低，一路咧係咁去啦。咁中間呢兩個搭檔咧就係拉辛斯基同埋麥拜迪，俾翻前面嘅拉辛斯基回身嘅時間呢下咧吹罰啦。球證係運用得意吹翻轉頭嘅。咁見到尼伯都埋去拍一拍啦，就潘莫迪，因為都係一啲技術嘅犯規嚟嘅。咁知頭先係轉過嚟轉失咗嘅贊拿斯。咁講到贊拿斯，其實如果佢個表現唔好咧，其實點解頭先講到話熱刺有好多競爭啦？呢邊3個，嗰邊3個，嗰度有3個，成隊翻晒嚟㗎啦噃。高路斯贊臣啦，咁啊同埋就係另外一個咧就係力加斯贊臣呢兩個咧企喺個皮球後邊嘅，睇下邊個斬啊！高路斯贊臣斬啊，初不嬲遠住，有機會頂到呢下咧。最後咧都係咧米杜咧快啲嚇，米杜今日咧真係佢有一樣嘅讚咧，就話佢好多時翻嚟自己嘅後場咧幫助隊友咧做一啲防守嘅工作。贊拿斯呢下咧停得唔靚啊，好彩啊有啲運氣咧就彈翻俾隊友嘅李榮彪嘅。咁頭先米杜都太 Q， 因為其實佢係想放個長傳去右翼位嗰邊嘅，咁所以贊拿斯叫做攞得翻個波咧，叫做交代到啦。哇！呢下文迪斯扯過嚟都好靚啊！小泰利咧交俾右手面嘅連龍，連龍咧一路推入禁區入邊射得啊！呢個波哇攞個近處啊，真係大膽啦！好在咧華拿利亦都醒目啊，喺柱邊將個波咧拍出到底線。論表現咧，其實除咗戴維斯喺熱刺嘅中場今日咧係出色嘅表現之外，其實連龍咧大家亦都要留意下，因為佢右邊咧都做咗唔少次咧嘅突破嘅，咁呢波亦都係撳落個死角度。咁但係華拿咧又交出功課啦。咁其實連龍咧就係今季咧新加入熱刺嘅年輕球員嚟嘅，佢今年只有18歲嘅啫，嚟自列斯聯嘅。文迪斯嘅角球去到遠處，呢邊咧禮特咧亦都再一次爭贏咗。禮特今日喺後防咧，佢喺頭槌方面咧可以講係贏晒啦。咁至於剛才講到就熱刺嘅中場啦，如果你話贊拿斯係冇表現，如果跟佢表現佢係譬如話唔應該係正選嘅話咧，其實譬如話列特啊，列特一路都睇得好噶，肥仔乜嘅列特。咁擺落去落咗邊，其實亦都可以將戴維斯壓翻入中間都可以嘅。呢邊咧見到咧就係文迪斯喺禁區外咧做咗一個遠射啊！咁其實講到列特佢喺上個季尾嘅時間咧個演出咧可以講係真係漸入佳境啊！咁呢邊終於有機會睇翻啦，咁就係拉辛斯基嘅黃金機會。但其實斬波嗰刻都睇嚟咧，亦都有可能咧有啲越位嘅嫌疑嘅。
但係旁證咧亦都係冇任何表示。而要讚嘅羅賓遜咧，始終佢都係化險為夷嘅球員。咁但係拉辛斯基處理最尾個腳咧，其實頭先咧就似乎有啲係唔係話太過理想啦，因為真係任佢射任佢擺邊邊嘅。如果用一句行內話嚟講咧，其實頭先即係拉辛斯基嗰個處理咧，面對住龍門咧就唔係好夠實淨咯。同埋亦都冇咩話邊個即係認真，即係佢嘅目標位置將個波擺喺邊度係搞得掂嘅。咁只係純粹佢玩得將個波印埋去龍門度。當然仲有一樣嘢就係即係個門將嘅級數咧，呢個波咧亦都見到即係其實羅賓遜出嚟封個位咧，令到拉辛斯基可能有少少嘅壓力啦。阿保加尼加咧就係咁啫話，你都要俾我。阿華拿係咁趕佢上去，咁都係嘥幾秒啦。咁最後都係碌個波俾阿保加尼加嘅。其實華拿咧現時仲係卡迪夫嘅球員嚟㗎，咁佢喺今屆咧先至以租借嘅身份咧加入到富咸嘅啫，咁頂替咗咧離隊嘅雲達沙。佢曾經係嚟自利物浦嘅合同球員嚟嘅。迪科爾中間咧已經有隊友幫手咧，戴維斯咁啊遠處咧亦都有另一個咧睇嚟應該就係米杜喺佢後邊喎。呢下咧球證吹罰咗迪科爾嘅犯規啊！佢犯咩規咧？迪科爾就覺得莫名其妙，但係個波已經係開出啦。馬伯蘭基俾翻咧右手邊嘅拉辛斯基，中間哥路斯贊神，可惜呢下咧又甩咗。唔係，有可能係瞓喺地下時手掂到個波。咁當時佢同迪奧普嘅身體接觸就好犀利嘅。咁但係亦都要講一講，就係頭先其實迪科爾咧入到禁區裏邊，事實上亦都愣住個波愣得太長時間。即係你壓到入禁區裏邊單對單嘅話好，過又好，射又好，解決唔到嘅話，其實你就最好將個波分翻俾其他隊友。但佢仍然係咁愣嘅，都唔理你嘅。戴維斯維嚟幫佢又唔理，後邊米度幫佢又唔理。英格蘭咧，的確咧，其實近呢10年咧都出咗好多咁嘅前鋒，甚至乎奧雲都係呢一類型。咁有迪科爾啦、朗尼啦。熱刺呢場比賽，如果佢哋贏波咧，就係嗰個排名咧都攀升得幾緊要啊！可以由第9咧升到第4位啊！咁啊，對於一支喺近期演出咧咁平庸嘅球隊嚟講咧，呢個排名其實都係幾特別啊！啊，迪科爾咧交俾咧中間嘅呢個贊拿斯分翻嚟右手邊，史杜泰利俾翻嚟中間嘅位置，冇人接應喎，和斯交俾前面嘅馬布蘭基。哎呀，兩個球員咧有誤會啊，益晒咧呢邊咧睇下係咪連龍啦。係咁咧，帶翻入去，拖翻過嚟，大位咧會唔會有一趟？哎呀，呢下咧最後咧有少少倉促啊，佢哋都覺得好可惜啊！太 Q 啊！另一頭亦都係馬伯蘭基。剛才頭先和斯呢下的確有啲問題。馬伯蘭基後生固然唔啱啦，咁但係可以講嘅就係、當馬伯蘭基咁樣對住對方嘅連龍嘅時候咧。唔係話十足把握可以做到一個嘅疊瓦，或者做啲咩嘅時候咧，其實呢後邊嘅右後衞就唔應該一條氣係咁衝上去嘅。就算個波頭先佢係即係衝到去前邊，馬伯蘭基都未必可以俾到佢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就係、如果喺呢個佢運作一路做上嘅時候，一有任何失咧，你後邊右後衞個位置就冇咗人嘅。咁所以睇落咧，就馬伯蘭基嘅後生咧係嚟得係比較大意。咁但係和斯衝上去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連龍最尾嗰腳咧，就喺禁區裏邊太隻 Q 嘅。可能機會都坐咗喺度啊！咁呢邊羅賓遜咧就係回應咧啲擁躉嘅掌聲啊！咁事實上咧，佢今場演出咧可以講係都係繼續咧係穩定啦，同埋都係神勇嘅。好少見喺比賽裏邊會咁樣嘅，呢個唔好提啦。其實倫敦嗰邊係咪好凍咧嚇？咁啊睇到艾力神着住件呢個皮褸咯已經嚇。凍㗎，呢邊都得翻20零度啦。咁其實講到咧，頭先你話即係好少見呢樣嘢咧，咁就喺世青杯咧，即係 U17嘅時間咧，中國隊贏咗秘魯嗰場比賽啦，咁就守門員嘅黃大雷咧，就因為咧被球證認為向呢個觀眾挑釁咧，而被出示第2張嘅黃牌咧，被逐離場嘅。咁啊，其實個性質可能同呢啲動作都差唔多。當然佢就係而家喺主場咧，就回應翻咧擁躉嘅呢個歡呼啦。不過黃大雷話自己其實走喺場邊都係即係舉起雙手就V 字咁樣慶祝勝利嘅啫。咁但係始終球證
個報告就都冇辦法影張實質咁話到佢啦。其實犯咗咩錯俾第二面黃牌嘅？黃大利可以話我係向自己中國隊嘅擁躉答謝啫嘛，所以其實嗰張黃牌都幾奇怪。同埋有一樣嘢就係佢攞埋個波去咧，就嗰度係有啲問題嘅，即係球證係有得諗嘅，即係可以勉強話佢唔應該攞個波嘅。呢邊就係迪奧普啦，哇！我哋講緊黃牌同時咧，佢就留意下啦噃，睇出哇！呢個波咧，史杜泰利咧就係完全中招。球證其實如果你話再睇得清楚啲或者執得嚴啲嘅話咧，其實迪奧普呢下可以係直接出場嘅，因為隻腳咧完全印晒落去史杜泰利個上下五寸嗰度嘅，咁同埋個波當時亦都已經好清楚明確咁樣已經踢咗出嚟。咁喺咁嘅考慮裏邊咧，個人覺得其實直頭應該係紅牌。迪奧普呢張黃牌就富咸呢場比賽攞到嘅第2張嘅黃牌，暫時嚟講咧就係個黃牌數字咧都係比較少嘅嚇。咁上一仗其實韋利執法阿仙奴對住愛華頓嘅比賽咧，佢一共係出咗5張黃牌嘅。咁今場咧打到現時為止咧62分鐘嘅時間咧，就只係得2張咧。咁事實上其實雙方嘅球員咧亦都唔係話太矛啊。呢場比賽佢哋都係將個注意力咧集中喺個皮球上面嘅。李榮彪真係睇個眼睛咧依然都咁鋭啊，可以感覺到其實佢體能咧一啲都係冇下降嘅，都係同開波初段嘅時間咧差唔多嘅。羅斯拉辛斯基勾翻嚟後邊，迪奧普呢下咧吹罰咗戴維斯咧勾腳，戴維斯呢個表情咧就好無辜啊。亞特蘭基拉辛斯基打翻嚟後邊，再次咧有啲誤會咯嚇。呢段時間咧就喺右手邊咧，富咸咧出現咗幾次嘅傳送方面嘅失誤啦。里特打翻嚟中路，麥拜迪咁啊，約翰咧喺較嘅時間咧有冇機會上陣啊？高魯斯贊臣呢段咧就踢得比較靜啲喎嚇。端麥迪俾翻嚟門前，哎呀可惜啦，個波前咗啊！咁見到咧就係麥拜迪同埋拉辛斯基咧，其實咧係已經係到㗎啦。潘莫迪喺上屆嘅英超聯賽咧就係為球隊入咗8球啊，亦都係富咸嘅首席射手嚟噶。戴維斯球掌惡之後咧，呢下咧球證咧吹罰咗和斯，成個咧撞跌咗戴維斯。我哋呢個階段咧，其實兩隊波都開始可以留意下佢哋有啲咩環節咧，就要執咁樣噶啦。咁而且咧，其實下半場整體嘅形勢咧，反而係比上半場咧嚟得好嘅。咁正如話齋咧，上半場其實喺頭嗰10分鐘咧就聲勢好強大，咁但係打入咗20分鐘之後咧，其實就冇乜表現嘅。咁至於富咸呢邊咧，其實佢哋亦都當然咧個中場上邊咧個認真個調動空間其實唔係好多，因為後備裏邊都唔係話認真好多咧，就叫做可以好具體改變呢隊波或者個場上嘅形勢嘅球員。我一諗下就約翰啦，咁但係高文其實一路以嚟都好似唔係好中意用約翰咁樣。富咸咧今季咧佢哋只係贏過咧愛華頓嘅啫，咁佢哋另外2場波咧和咗咧，所以咧佢哋暫時係得5分咧排喺第16名。如果呢場比賽佢哋能夠反勝的話咧，佢哋嘅排名咧可以上升到咧12位嘅。咁當然亦都係有機會咧上到第10位啦。咁但係咧視乎個淨勝球嘅情況。以佢哋今季咁嘅開局咧，睇嚟佢哋都好快咧，就係要考慮下咧，就係保級嘅情況啦。哇啦，經治嘅頭槌，拉辛斯基俾翻嚟右手邊，摩斯抄翻嚟中路。咁見到尼拔嘅頭槌咧，係首先係頂到嘅。咁啊，摩斯亦都係喺今場比賽咧，雖然係較多嘅傳中咧，但係個落點咧，始終真係個質素要提高少少啦。戴維斯得住個位。咁令到咧馬伯蘭基咧前無去路啊！咁熱刺嗰邊其實除咗後備龍門之外咧，其實後備裏邊亦都有就係斯蒂芬基地咧右後衞球員啦，咁仲有就係頭先我哋提過啦，肥仔乜左中場嘅列特啦，咁始終都冇得踢嘅羅比堅尼啦，咁同埋就係一嚟到就一踢又冇乜表現，高大嘅中鋒拉什克啦。咁而富咸嗰邊咧，其實除咗頭先我哋都有2個人俾提過啦，就分別係基斯坦和啦，即係中堅嘅球員啦，同埋係前鋒嘅約翰啦。
咁此外咧，亦都有譬如話艾列治啦，咁仲有咧就係22號嘅列確嘅。呢啲名字其實喺觀眾嘅角度咧，可能會覺得係比較陌生啦。咁列確其實就係一位前鋒嘅球員嚟嘅。咁又係嗰句啦，如果你話真係列確有得踢啊，約翰都冇得踢嘅話咧，約翰又都可以係諗諗啊，諗諗係走啊。右邊嘅傳中咧俾翻嚟中間，咁見到咧京治咧就係解圍咧出咗底線啊。高魯斯贊臣咧就係睇嚟佢有機會咧開呢個角球啦。時間去到67分鐘啦喎，呢一場嘅倫敦打比戰咧就係暫時熱刺仲係領先緊1-0。禮特上啦，見到迪奧普咧就係兩個高大嘅球員都上啦。麥拜迪暫時係富咸嘅首席射手。好啦，高魯斯贊臣咧個球點樣開到好高嘅嚇，呢邊咧睇嚟咧保加尼加 set 翻嚟中路解圍，個波咧就係喺角球旗邊出界啊！最後咧就係屬於扎拿斯嘅解圍啦，屬於富咸嘅界外球。咁其實講到富咸嘅後備咧，有啲古仔可以講下嘅。睇埋個攻勢先講啦，咁就圍繞住18號嘅中場球員艾列治嘅。咁見到波踢出界啦。咁艾列治其實係澳大利亞嘅中場球員嚟嘅。咦，睇嚟咧列特啊有機會上陣啦。咁列特嘅上陣成日嚟得合理嘅。咁同可能連龍啦，頭先亦都係傷咗有啲關係啦。咁見到曉頓咧同馬列特咧喺度傾緊啦。咁即係祖爾嘅助手，澳網熱刺嘅左後衞。頭先講艾列治咧，其實佢係由韓國嘅釜山偶像咧係轉會過嚟嘅。咁喺5月嘅時候，其實就跟隨咗富咸啦，就練習啦一個星期喎。跟住阿高文咧就覺得哇，佢係好熱誠啊，表現好令人驚訝咁，所以咧就同佢咧係簽咗3年嘅合約嘅。之前其實佢只不過咧就係踢澳大利亞嘅聯賽啦，咁同埋喺04年嘅雅典奧運咧都係有踢。咁亦都曾經被選為澳大利亞嘅聯賽裏邊第5名嘅最佳球員啊！好啦，睇埋米度呢一個攻勢咧，再講講艾列治啦。迪科爾就俾保加尼加得住，迪奧普翻嚟咧幫手。咁其實艾列治就曾經係13次代表澳大利亞國家隊比賽咧，而且有4個入球啦。咁如果講到國際比賽嘅經驗咧，佢就係夠嘅，年紀亦都唔大咧，24歲啦。咁睇下高文咧呢一次嘅呢個揀人咧有冇入錯貨啦？好啦，俾埋中間遠波呢邊咧，保加尼加咧一撞之後咧去翻嚟前面，京治咧包翻個位頭場，俾翻羅賓遜。呢個波咧都少少牙煙㗎，冇咗咧羅賓遜咧有利嘅位置咧將個波咧沒收，亦都好快咧俾翻咧就係另一邊嘅閘咧就係史圖泰利。史圖泰利咧交俾米度今場比賽因為有一樣嘅讚咧，頭先講嗰一次咧就係佢防守其實做咗好多功夫咧，不亞於咧佢喺進攻嗰方面嘅。咁米度的確啦，今日其實喺個狀態上面就可能係即係唞咗啦，咁同埋亦都係個或者競爭激烈啦，咁所以佢出嚟今日表現好肉緊同埋好 sharp 嘅，好鋭利嘅。當然佢唞咧就唔係受傷啦，就係被逼唞嘅，因為佢要停賽。肥仔咩嘅列特咧應該好大機會咧入替咧有少少傷嘅呢個右中場聯盟啊，而唔係入替表現欠佳嘅扎拿斯。咁而此肥不同彼肥喎，彼肥講緊保加尼加啲真係咧就係叫做發福咗嗰隻肥。咁列特其實不嬲都咁嘅身形嘅，咁同佢表現咧就冇乜太大嘅掛鈎嘅，所以呢方面咧大家唔使擔心。高莫迪出翻嚟門前。哎呀！呢個波好彩咧踢唔到啊，踢到咧有機會咧擺烏龍啊！遠處嘅麥拜迪亦都其實喺度候住㗎啦。情況嘅，如果你話列特打比喻就可能同過往譬如中國國家隊乒乓球嘅黃圖咁咯，即係成日都咁肥啦，練到咁犀利都係咁肥嘅。佢唔肥攞唔到冠軍添啊！嗰個越肥越好係嘛？連龍啦，咁因為頭先其實就係受傷嘅關係啦。咁今日連龍嘅表現咧值得現場或者主場嘅球迷咧係俾佢一啲嘅掌聲，因為個突入上面其實佢今日做得好快，雖然唔係話控球嘅時間好多咧，成場嘅比賽嚟講。
喺場上佢嘅動作好簡練同埋實用，亦都有一次咧直接面對住對方嘅門將華拿嘅機會咧，可惜咧就係近門嘅呢個近柱嘅射門咧就係俾對方擋出啦。咁以一個18歲嘅年青球員嚟講咧，呢場比賽咧就係合格線以上啊！咁難怪咧頭先熱刺嘅擁躉咧就係給予佢咁多嘅掌聲啦。咁啊至於列特咧就係23歲啦，愛爾蘭嘅國腳喺上季尾段嘅時間咧為熱刺有一個聯賽入球嘅。好啦，呢邊咧即刻咧就喺左邊出波咯嚇，咁最後咧就係呢下咧就碰到和斯隻腳咧，就為熱刺喺進攻路線嘅左邊咧逼加個角球。咁睇嚟列特咧同埋洛比堅尼呢一對愛爾蘭嘅國腳咧，暫時喺今季咧都係成為熱刺陣中嘅失意軍營啦。咁佢哋兩個喺上季都有波踢，而且表現都唔錯，但係今屆咧不約而同咧就係被祖爾咧冷落嘅。加維斯俾翻咧就係左邊嘅列特再出啦。中路嘅時間咧見到咧就和斯咧頂翻出嚟。呢邊咧原來咧就係保加尼加嚟嘅。嚟自美國嘅國腳，控球指數方面咧，暫時咧富咸咧有少少嘅優勢咧，佢哋係有51%嘅呢個控球時間。文迪斯呢場比賽亦都係熱刺中場嘅其另外一個亮點嚟嘅。扎拿斯，杜奧普截住，扎拿斯咧呢個波咧就從來咧逼一逼，呢邊咧韋利吹罰咗迪奧普嘅犯規。咁迪奧普同京士咧，其實頭先咧就糾纏得好緊要嘅，咁隻球證亦都係吹罰咗。咁今日暫時喺球場上面就都未見過有球員敢拍手啦。近排呢樣嘢其實竟然咧成為咗熱話嘅，咁就此次其實朗尼就喺歐冠裏邊咧對住尼爾遜嘅一個拍手，跟住咧就不斷有拍手嘅球員或者教練咧被逐離場。最新嘅個案呢，就係貝利斯對住巴塞嘅比賽啦，貝利斯嘅奧利華拉呢，亦都係因為呢，就係向球證呢不禮貌地拍手呢而被逐離場嘅。嗰場比賽呢，就係貝利斯喺踢少一個嘅情況之下呢，最終呢就輸1-4。而朴斯華夫嘅領隊佩連呢，其實喺過去嘅週末亦都係咁樣嘅情況嘅，就向住旁證拍手，球證出嚟呢就請佢走。個案呢，其實唔單止呢兩單嘅。因為喺前個週末其實亦都有個別比賽出現咁嘅類似嘅狀況。睇嚟呢啲球員或者領隊咧，就係表達佢嘅敬意咧，就要諗諗其他嘅辦法啦。我一跪喺度拜啦，有啲錫佢隻手啊。羅斯勉強咧俾翻嚟中間，潘莫迪不過我哋都冇人幫手。呢邊咧列特咧戳翻個波咧去翻咧就左邊喺度。佢哋今日嘅體能咧真係相當好啊！踢到現時為止咧，幾個戰術一啲都冇下降到啊！好啦，望望咧睇下自己隊友到未咧？未到啊！勉強咧出翻嚟呢一邊。大家可以留意下，其實去到70分鐘打後咧，迪科爾開始變得比較靜。咁如果你話喺熱刺今日咁嘅形勢裏邊，前邊嘅兩個前鋒放得咁盡嘅話咧，其實換下人啱想講亦都係一個好正確嘅，真係換迪科爾噃。咁羅比堅尼都係，如果佢自己本身嘅選擇係樂於做熱刺嘅後備前鋒嘅話咧，咁當然就冇人可以質疑或者係改變佢呢種嘅睇法或者做法，純粹個人取向。咁呢邊咧睇到咧就係迪科爾喺上半場7分零鐘時間嘅入球啦，祖爾咧就非常之開心啊！睇嚟咧就迪科爾呢個入球咧，會唔會成為咗熱刺近6場嘅比賽咧第一場嘅勝仗啊？呢邊咧洛比堅尼咧，其實佢雖然今屆咧上陣嘅時間唔多，但係對維拉咧就係佢喺下半場嘅時間咧，亦都射入咗佢今季嘅第一個入球嘅。呢邊咧富咸亦都係調動啦嚇，約翰呢入替咗麥拜迪啊，呢位咧富咸嘅首席射手。球證阿韋利話呢個係角球嚟嘅喎，球半球啊！咁睇下約翰入咗嚟之後咧，其實呢一場波算就比較多嘅時間俾佢表現下噶啦。咁因為都有接近成20分鐘。咁羅比堅尼嘅狀態我哋又唔使太大懷疑嘅。咁又睇下約翰入咗嚟之後有啲咩表現。咁而其實喺下半場兩個富咸嘅前鋒咧都係靜噶啦，即係拉辛斯基同埋麥巴迪。
咁啊，事實上咧，呢場比賽咧，其實富咸方面咧最大嘅威脅咧嚟自高路斯贊臣喺上半場有一腳咧中楣啊，咁個波如果入咗咧，就呢場比賽可能咧個精彩程度咧會更加高啲啦。文迪斯交俾前邊，翻返嚟後邊嘅時間，中間嘅保安尼加咧頭槌解圍戴維斯，有比堅尼咧就呢下咧停唔到啦。好啦，比分咧另一邊，肥仔乜嘅列特走翻嚟中間，禮特頭槌解圍，亞伯蘭基直線交俾前面嘅快馬拉辛斯基對住京治啊，呢個波推錯咗路線啊！京治咧不愧為英格蘭嘅國腳啊，好輕易咧就化解咗對方呢次嘅進攻啊！戴維斯呢個燕波嚟嘅，督翻嚟後邊馬伯蘭基，和斯迪奧普。好啦，右手邊睇下有冇機會咧出個高波啦，高路斯贊臣咧同埋咧約翰道啊，可惜呢個波咧喺前點咧俾尼拔頂到啊！個個都頭的確有機會嘅，因為有球員係攝咗去中間咧係比較空嘅位置。可惜拉辛斯基呢個波出嘅質素係麻麻地。咁事實上由上季嘅下半季開始，其實拉辛斯基咧就冇乜嘢認真好省勁嘅表現出嚟嘅。咁所以呢方面其實都係要留意下咁啦。呢邊咧見到你小到泰利咧頭槌咧回翻俾門將嘅羅賓遜，事實上咧就係其實約翰咧就係上陣之後咧富咸嘅高波咧喺中間咧其實多咗一個點接應嘅，咁至少咧佢喺活力咧同埋身材方面咧佢就係稍稍咧就勝於呢個麥拜迪嘅。主要係個速度上面咧其實好明顯啊，咁而進取心啦，又或者頭先提到啲速度呢樣嘢啦，咁佢應該係幾個前鋒當中最好嘅一個嚟嘅。喺今年暑假嘅世青杯咧，佢同埋嚟自阿仙奴嘅艾比兒咧，就係組成咗一隊咧令人望而生畏嘅前鋒線咧，令到荷蘭喺小組賽咧可以講係所向披靡。咁而約翰咧，其實主要比較多嘅問題咧，就圍繞住佢喺紀律上面一啲嘅問題嘅，即係話好多時佢都係比較多嘢講啊。咁呢方面其實喺富咸亦都唔可以話一定有直接嘅關係啦，咁但係亦都某程度上面咧係影響咗佢上陣嘅機會。尼加斯贊臣呢位咧丹麥嘅外援，球證係出俾咧贊拿斯，個球都好快開出馬伯蘭基，哎呀馬伯蘭基呢個波咧真係可惜啊！史杜泰利咧截到彈咗出嚟咧，呢邊咧見到贊拿斯，哇贊拿斯呢下個橫傳都幾牙煙㗎喎。咁頭先馬伯蘭基俾都係咁俾嘅，咁但係抗到對方球員都冇辦法，睇下列特帶領呢個反擊又如何？咁列特咧雖然睇落咧就佢即係嗰個體重係幾勁啊，但係睇落佢嗰個速度啊同埋即係嗰啲動作嘅頻率咧，其實都冇乜點受影響啊。都翻嚟前邊呢個波射得啊，但係冇辦法啦，羅比堅尼真係久疏戰陣啊，難免咧就係射出呢一啲咧質素以下嘅射門啦。咁同埋呢個波嚟得比較突然嘅，咁都係一輪嘅誤傳啊，或者係攔截咧，個波突然間落咗佢嘅腳。咁其實佢第一腳咧控到幾靚嘅，咁但係射得麻麻地。庫比士利都靜雞雞咧走嚟睇波啊，仲靜雞雞，着晒黑褸啊，咁樣又喺度好低調啊，撐壓力神嘅。咁真係要低調啲嘅，即係依家排名咁高。不過其實即係打到即係差唔多80分鐘嘅時間咧，可能即係我哋啲同行咧先係影到佢咧，咁就好明顯咧，就佢可能係真係冇壓力神咁引人注目啊！呢場嘅比賽，或者佢係中意引人注目啦。庫比士利唔中意啊。不過艾神其實即係佢最引人注目就係佢嘅私生活啦。好啦，迪奧普呢下咧就係截到個波，頭先話冇問題，贊拿斯咧就好勞氣，嗰度先贊神走翻嚟中間，文迪斯撞翻出嚟。尼加斯贊神，迪奧普，馬伯蘭基俾翻咧呢邊咧就迪奧普，潘莫迪對住兩個球員。利伯咧就話最後足球嘅係潘莫迪，咁但係結果咧都係富咸嘅界球，睇嚟呢啲應該係一個合理嘅判決。咩事？呢度就係有啲冤有啲痛啊！球證睇睇先。所以停咗個比賽。
咁今日球證咧，其實喺特別係比得益上面咧係做得好好嘅。咁至於頭先其實大家見到古比士利啦，天氣就真係涼一啲噶啦。其實喺倫敦嗰邊或者英國嗰邊嘅入夜，哎呀呢邊都見到羅賓遜咧少有地咧犯咗一啲咁多嘅錯誤，啲咁多啦，又唔係好多咁。暫時嚟講，亦都係呢場比賽咧，就係較為係一個低級嘅錯誤啦。咁呢個波好彩咧，就係喺遠處接應嘅迪奧普咧把握唔到嘅。暫時咧熱刺仲係領先嘅1-0啦。時間方面咧已經係去到咧就81分鐘噶啦。而家咧就係羅比堅尼呢下呢個米度咧呢下咧已經係越咗位啦。咁剛才咧就見到係古比士利啦，現時佢係犀利啦嚇。咁因為查爾頓喺今季嘅成績嚟就直至現時為止啊6戰5勝1負，一負咧就負俾車路士嘅啫。咁啊15分就排喺第2位，踢歐聯啊。其實輸俾車路士都無話可説㗎啦。咁即係太陽報喺近期佢哋都係一項嘅活動，就話邊個最先入到車路士嘅入球嘅球員咧，就可以攞到1萬磅嘅獎金啦。咁呢樣嘢其實都幾特別啦。攞咗喺足球史上咧，近期都頻頻出現呢啲情況啦。好似德國嗰邊咧就話贏到拜仁嘅球隊可以啲球迷啊幾多升嘅啤酒，15,000啊，好似總共係俾球迷啫，唔係俾啲球員嘅。2.5萬升嘅啤酒，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獎勵。咁啊，至於路基摩亞咧就係獲得咗1萬英鎊嘅獎金。15,000啊！15,000升，如果冇記錯，不過呢個小事啦，嗰個數量問題，最開心啲球迷啦，漢堡嗰啲就發達啦。拉衫拉到咁你都唔吹嘅，又踢到我隻腳，我哋呢件衫俾人拉好明顯噶嘛。韋利就冇乜表示，呢場比賽係佢今季第6場嘅英超嘅執法。咁啊，正如何輝頭先所講咧，就佢喺今場比賽嗰個執法嘅水準咧，亦都可以講係非常之唔錯啦。咁雖然咧就係倫敦打比戰啦，雙方踢得好快啦，同埋亦都好激烈咧，但係暫時嚟講，大家控制得唔錯嘅脾氣啊！黃牌只有2張嘅啫，分別就係富咸嘅禮特同埋迪奧普。頭先嗰下咧，似乎就係球證咧，似乎吹罰咗富咸抌加嘅球就違例，呢邊啊應該都係越咗位。咁之後咧，似乎阿羅比堅尼咧叫啲隊友就踢翻個波俾富咸就嚟過嘅。呢個旁節係好特別嘅，就係舉身旗咧，即係左手啦，好似罰任意球咁啊，防守嗰啲咁啊，都係擺喺同一個位置嘅。可能佢踢波嗰時做慣後衞啦，同埋成日俾人罰球嘅。不過呢啲都係講笑嘅慣性嚟啫，擺喺邊度冇乜所謂嘅。咁講到呢啲姿勢啊、慣性咧，其實喺呢一週所有足球比賽裏邊，其實最特別咧就係阿朗拿度入咗波嘅慶祝方法啦。瞓咗喺地下4腳朝天，跟住喺度震喺度熬，咁又捉埋阿羅賓奴啊、羅伯圖卡洛斯埋嚟一齊，即係好似烏龜反轉咗咁樣。咁佢哋解釋咧就係嗰個動作咧就係即係同一個朋友咧，即係叫做綽號叫做蟑螂啊，即係曱甴嘅朋友咧就係一齊約定嘅。咁果然咧就係佢喺嗰場比賽梅開2度咧，亦都係能夠做到咧喺事先咧設計嘅呢啲慶祝嘅動作。曱甴哥咁犀利，可以繼續做嘅，因為其實好多球迷仲未睇過嘅，咁的確係好得意、好特別。咁但係輸咗俾即係失咗波嗰隊，其實就唔係咁好受啦。咁同埋見到即係皇馬班靚仔球員全部唔參與啊！不過其實近期好多球員喺比賽之前都會設計一啲咧，即係入球之後嘅慶祝動作㗎。咁啊，包括係歐洲啦，同埋甚至乎中國咧，好多球員咧，李金羽等等咧，佢哋都會諗一啲咧慶祝嘅動作。好啦，呢邊咧搬幕地咧，俾埋中間嘅位置，呢度咧京治咧快一步擺位。李金羽主要都係羅比堅尼啲朋友啦，都係入波，其實好多時都開機關槍啊！開完之後，入完之後。咁見到呢個球場咧，嗰個角球嘅1/4圓形嗰個範圍咧，零舍細嘅話得，右腳內彎，但係咧就直接咧出咗另一邊嘅底線啊！暫時嚟講喺呢場比賽咧，富咸嘅角球都唔少啊，有5次啊，咁但係亦都冇辦法咧構成對羅賓遜嘅威脅。
咁富咸咧只係剩翻5分零鐘嘅時間咧可以收復失地啊！咁如果佢哋呢場比賽輸埋咧，咁佢哋今季嘅成績咧就真係已經真麻麻啦。至今為止喺90分鐘之內，只係贏過一場波啫喎。咁而佢哋睇嚟喺倫敦嘅打比戰咧，睇嚟佢哋始終喺作客方面咧，始終都係下風嗰一隊啦。咁上季咧佢哋5場嘅打比戰咧，全部都輸晒嘅，包括咧輸埋俾水晶宮啊！呢邊咧見到咧就係約翰，哇！約翰咧拉衫啦，睇嚟咧就第3張黃牌有機會出現啦。睇咧韋利啦，冇錯啦，一邊行埋一邊揞袋。第3張黃牌都係屬於富咸嘅球員咧，就係屬於下半場上陣嘅約翰。咁入咗嚟之後咧，就暫時都冇乜表現。咁同供應其實越嚟越少咧，亦都有啲關係嘅。成個里程標啊，俾佢好大力咁樣扯跌咗。咁呢一類咁樣嘅拉衫咧，其實就比較愚蠢啦，因為拉得實在太過肉酸，一定黃牌嘅。拉完衫之後咧，時間咧又去到咧87分鐘噶啦喎，睇下羅賓遜呢下咧大腳嘅罰球咧交俾前邊米道嚟㗎，米道咧就掛住揾波，呢邊咧亦都有一個咧就較為隱蔽嘅動作咧，拉跌咗對方嘅球員啦，球證韋利都吹罰咗咧米道呢下嘅犯規。咁一路見到米道咧，今場波都係好搏嘅，咁所以80分鐘打後咧，影真佢其實都喺度扯緊氣。不過唔代表佢狀態或者體力唔好嘅。不過停賽停咗咁多場咧，睇嚟佢應該係個狀態有嘅。咁我哋啦，阿仙奴嘅舊將，擋埋佢咧都夠鐘。出得嚟其實都真係差唔多時間啦。咁啊，屬於咧就係呢位嚟自波蘭嘅國腳拉石克。其實拉塞克之前亦都喺英格蘭揾食嘅，佢就係效力咧英冠方面嘅打比啊，咁亦都喺意大利嘅石耶納咧踢過。呢下咧就碰到咧尼加斯贊神嘅喺度，自己咧揼埋啦，擺低啊！咁拉塞克咧其實係一個好高嘅中鋒嚟嘅，主要都係用個頭。咁熱刺加翻一個咁嘅前鋒，其實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其實有冇必要即係擺做正選咧？譬如話呢啲咁樣下半場入替，其實就冇問題。咁但係如果你話擺踢正選嘅話，其實佢嘅踢法同現時熱刺成個中後場又或者兩個前鋒嘅做法咧，其實都唔銜接嘅，唔吻合嘅，唔啱使嘅。拉塞克入替咗呢場比賽表現不俗嘅米道。咁拉塞克喺上一仗佢哋聯賽杯嘅比賽咧，就輸俾韋金比嗰場比賽，金士比嗰場比賽咧，其實佢冇踢嘅。咁啊，熱刺嘅兩個前鋒咧就係迪科爾咧搭住堅尼。好啦，呢邊咧就係等界外球為例。咁啊，熱刺咧睇嚟終於有機會迎嚟咗佢哋連續5輪比賽不勝之後嘅第一場嘅勝仗啦。拉塞克左級右級，回身分俾另一邊嘅羅比堅尼。咁拉塞克左級右級，一級到阿保加尼加想瞓都唔瞓得啦。呢邊咧球證咧就係吹罰咗咧，就係熱刺嘅右閘咧史杜泰利。高路斯贊神下半場嘅轉數咧有少少嘅下降啊。咁上半場其實佢有一腳咧中微波嚟嘅。好啦，呢邊咧睇睇咧補時啦，補時咧就係補3分鐘。咁啊換言之咧就富咸仲有3分鐘嘅時間咧收復失地。尼加斯贊神，馬伯蘭基射翻俾約翰，轉翻嚟中路，可惜個波咧冇乜力。拉塞克得住個位，後邊咧就保加尼加咧掹住佢。可惜係保加尼加呢架嘅解圍咧唔係話咁大力嘅啫，留俾堅尼撞牆啊，同保加尼加做。列特撞翻嚟前面，拉塞克直線交俾留俾堅尼，窄位一吸埋去。呢個波佢應該想俾嘅，正確嘅諗法嚟嘅，因為其實當時要射係好困難嘅。
咁不過唔好彩咧，就係撳入嚟中間嘅時候咧，困到對方嘅球員，否則咧就係喺中間嘅列特咧亦都有機會。尼卡斯贊臣，咁啲隊友的確咧就唔係話好積極啦，埋嚟係蘇位啊、現出嚟啊去攞波。我提醒各位咧，就係喺星期二嘅深夜咧，即係聽晚嘅時間咧，就係我哋會開始直播咧歐冠杯嘅小組賽嘅比賽啦。星期二晚咧就係直播曼聯對住賓菲加嘅賽事啦。咁而第二場嘅延播咧就係會播出咧巴塞羅那咧對住烏甸尼斯。星期三晚咧會有國米對住格拉斯哥流浪嘅比賽。曼聯嘅近績亦都係認真麻麻地嘅，因為佢和利物浦啦，和咗維拉利爾啦，輸埋俾布力般啦。咁呢場對住賓菲加咧，其實如果再唔贏嘅話就冇命噶啦。同埋朗尼都冇得踢嘅，因為對頭正理性嘅，畢竟咧佢要被罰停賽。勁拍手啫嘛，好尊敬啊，萬分嘅尊敬。補時已經係過咗2分鐘噶啦。約翰後隨，線翻嚟後邊，李榮標翻嚟解圍。羅賓遜係咁讚佢啊！咁但係李榮標亦都好快咁咧，整一個就係幾乎快咁嘅拍一拍咁樣。呢邊上嚟搏一搏啊！華拿剩翻呢30秒嘅時間咧，睇下富咸咧有冇機會。哇！富咸咧同呢個小老帶咧兜頭兜面咧拱埋去，呢邊咧球證似乎睇到咧就係華拿呢下嘢。佢唔係睇到嗰度喎，佢叫阿斯奧泰尼冷靜啲啊！斯奧泰尼好冷靜啊，唔冷靜嗰係華拿啫嘛。阿尼拔咧又做呢個大事啦，個球咧開過啦，嗰度先贊神開出12碼點，頂到啊！門楣下邊咧羅賓遜沒收，好事。睇嚟呢場比賽熱刺嘅3分咧，應該就冇乜意外啦。哇！即刻嗱嗱聲走翻去，咁嗰邊咧其實約翰咧就擋住佢開呢個球門球咧。呢邊咧睇嚟咧就係羅比基尼攞波之際咧，亦都完場啦。好啦，咁熱刺咧終於咧就憑住對科爾喺上半場嘅入球咧，喺呢場主場嘅賽事咧全取3分啦。